提到了花莲，这是白米的故乡，而富里米更是颇负盛名。只是现在呢，好像很多人吃米饭的次数减少，很多碾米厂就很难维持生计了。但是客家人宋红林就用花布包着白米当作礼盒，反而是成功的行销转型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到好山好水的花莲，来看看这家100年传承的碾米厂如何把白米和花布结合，带领农民重新找到生机。位在花莲富里的这一间100年碾米厂，不仅传承100年，也是富里乡的观光指标。很多游客上门捧场，点名要买白米伴手礼，因为它有浓浓的客家味。这个取代喜饼。用花布包白米，还有不同颜色可以选择，更有人拿来代替婚宴喜饼当礼盒。这些都是老板宋红林的创意。客家人啊，在婚宴或在婚礼上习惯用客家花布啊，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我是一个客家人，就是用客家花布来广为推广。因为是客家人，所以把大红牡丹变配角，拿来包装白米商品。没想到一炮而红，成功转型。为了吸引顾客，宋红林让花布每年都有新花样。你青岛人事求就香港逐年就会买一种来做珍藏。就算不用花布，这个仿茶叶桶的白米礼盒也有客家的 logo， 要告诉大家，客家出品绝对是品质保证。而白米的品质也是重点，所以宋红林先收购富里农民的优质白米参加比赛，拿到冠军打响名号之后，再让礼品包装再升级。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，靠着努力打拼，让自己的碾米厂跟富里的客家农民都能重生，找到新商机。而白米也不再只是论斤称两的商品，它变成人手一包的精致礼品。当他们在做会议或者是小礼品的时候，花布特色的这个小礼品在市面上慢慢风行起来。把白米结合文创，提升了白米的附加价值。能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不想经营4代的碾米厂走入历史。以前我们卖米的时候都是50斤、100斤或几斗的。现在一般人来买米都是1公斤、2公斤、3公斤。但是我如果是在不去转型的话，我的消费市场不知道在哪里。以前老是被中盘商剥削，但现在靠着创意，靠着转型，为碾米厂的员工保住饭碗，让农民能有更好的收益，也让富里的白米有新的舞台。艳红的客家花布烘托着象牙白色的美丽，让后山富里的绿色稻田闪耀着客家的光彩，闪耀着感动时刻。